新化顶礼拜六一只货车弄死人，加上今仔日指控驾驶哪像是移工，弄到人无几点钟就坐飞机出境。明仔载连假上八天，国道5号可能对早起车道真多。天气方面，风台米克拉拜4、拜5上瓦近台湾。中东局势等好，荷姆兹海峡重新开放，中油宣布后礼拜汽油降1块，柴油降7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0公视第2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看台南的新化，顶礼拜六是有一只货车弄到乌多摆，货车的驾驶甲乘客竟然是车弹咧就逃走，只是等到附近的民众发现到这架在骑乌多摆受伤的查甫人送病院，不过过2天有关是当上过身。加上今仔日是指控讲这驶货车的哪像是移工，弄到人无几点钟就坐飞机出境，移工的头家甲中人也拢无来关心。造成事故货车从所到警察局停车场，从弄派去的机车也停伫边啊。13暗时，台南新化区发生死亡车祸，30岁骑车的人和货车弄到倒伫涂骹，2天了后，伤势严重死去，更加互家属伤心生气的是，驶这货车敢若像是外籍移工。案发了后，短短几点钟已经坐飞轮机离开台湾了。那为什么外劳他的机票可以马上就买得到？那他的雇主方？他的护照、他的中介这一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不晓得，我们这真的是打一个问号。死者支付讲，旧仔平常时甲丈人斗阵做土木工程，那有闲时会去超商加减做，家厝内底斗趁钱。13真晚下班了后，行过这路段，就是拄到这死亡的车祸。也甲伊弄到人，甲坐伫车顶的人落车了后，甲伊看了就紧走，无报警也无叫救护车，处理做法无合理，是真恶质。查扣相关证物进行采证，且已将相关人员大案调查，发现驾驶人疑是一名外籍移工。本分局仍持续巩固相关事证，追究肇事者及相关人员责任。根据了解，造成事故货车是专门接送这个外籍移工上班下班，经各方面的口径，拢无讲重点。凊彩讲的，警方已经成立专案小组，报请台南检方来侦办，要赶紧调查原因甲造成事故的人的身份。家属也讲，只是希望检警的公权力会使来调查清楚，相关的案件莫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是5月节连假的上尾天，高公局预告国道5号可能是对早起就北的车道会真多，国道1号甲3号会较塞车。也若是天气方面，到拜3之前，全台湾拢是一份好天。不过拜4、拜5，风台米克拉上瓦近台湾，天气就较无稳定，无排除发布海上警报。5日节连假第2日，各地是出日头的好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一直到后礼拜3之前，各地多数是高温小热。屏东德定高中上关温37.1度，新北双溪甲台南桥镇也拢有36.8度的高温。也不过，这款的天气形态会伫后礼拜出现变化，因为20透早2点外，热带性低气压已经正式形成。今年第7号风台米克拉。太平洋高压比较偏强，它可能比较偏西一些才北转；比较偏弱的话，它可能北转的速度或者是方向也会比较明显，就会比较远离台湾。所以关键来说是整体太平洋高压的强弱。气象署表示，后礼拜4、拜5下是米克拉风台上瓦近台湾的时阵，甲影响台湾的关键指标无排除发布海上警报。也不过因为各个无雨无雪差别大，有望爱国观察。因为5日节连假拢是好天气，真侪民众拢出去佚佗，伫国道部分的落风。高公局有告，20国道交通量规日109百万车公里，连假最后一日有告规日108百万车公里。礼拜2国道落风，各个早起就出现北向的车阵。有个宜兰到卑南开塞车，国义西里到保险系统，南屯到后里，以及国山、德山到中兴，大山到香山，为下昼开始，也拢会有8番的车阵。明天主要会以北向下午的车潮为主，所以建议要使用国道的话呢，可以多利用上午的时段出发。如果要走国5，可以建议在早上9点以前就出发上国道。高公局提醒，连假最后一日以8番的车阵较侪，建议用路人早起就出发，也是改行替代道路，避免塞伫车阵中。记者综合报道。中东局势等好，荷姆兹海峡重新开放，中油宣布后礼拜汽油降1角，汽油降1块，柴油降7角。不过美国甲伊朗的谈判是延后，国际油价又阁有起的慢势。
配准者停伫荷姆兹海峡一带中东战火伫顶礼拜出现停火希望，封锁达到110日的荷姆兹海峡总算重新开放。初步有估至少有550架商船会陆续离开外加也唔忙，这条历史性的能源危机有希望排解，也公布牵动国际油价。98加满，油表从零开始。台湾中油公司是伫21日宣布为2日透早环境开始，连在礼拜登记了后头一摆降价中油解释。国际油价虽然降，也毋过中东经济后手也有待观察，所以经过整体评估，汽柴油各调降1块加7角，调整为92无烟汽油31块4。95无烟汽油31块9，98无烟汽油34块9，超级柴油30块3。这种调整是应该是必要，而且也符合，应该是油价本来就应该机动来根据这个国际的油价的变动来调整，大幅的在下跌的空间呢，其实不是很大，只是把这个停火的协定延长60天了。学者分析，进前国际油价波中油维持国内继续。目前油价虽然有效排解进前吸收的100亿了钱，但不过国际原油库存油源真欠。一旦油价反弹，共款全面吸收，建议量早回归正常油价计算公式，甲油品货物税。10月国际油价确实因为美伊原定谈判以后，佮出现反弹。布兰特原油期货起0.9%，收伫每桶80块5加7美金，西地州原油收盘每桶76块5加1，起0.17%。原有的那个进口价格是有上涨，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汇率的因素，如果这些影响可以消除的话，那我们 CPI 年增率有可能就是在下半年可以压在2%以下了。学者分析，油价波包括石化产品拢有继续波的机会，有机会还减国内的物价指数，互消费者透一口气。也毋过也提起，所落来都是风太贵，天气因素甲国际经济变化，双双拢是后手观察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咱台湾的牛奶平均10公斤98块台票是全世界上介贵的。专家是认为讲，台湾因为气候，所以讲牛的奶的产量较少，牧草饲料靠进口，所以讲成本较悬。加上中盘商嘛要趁，计销就一罐一罐愈踏愈悬。今日超市不少家庭逐礼拜拢会买牛奶补足所需要营养，也毋过各个小卖市场却因为条件无同出现真大的价差。根据全球资料库数据，台湾牛奶的计销每公升3.09美金是全球上贵的国家，其次是香港3.01美金，加新加坡2.97美金，所落来才是古巴加以色列。类似状况，消费者也有感觉。当然会稍微比价一下啦，尤其像我小孙子才3岁，他超爱喝鲜奶，可是他们都是去好事多买，就是因为所得的关系，对，那相对于国外的物价，当然会觉得比较贵。数据网站分析指出，牛奶计销受到本地农业生产能力、对进口的挖口程度、运输成本、政府补贴政策、加汇率变动等多项因素影响，计销悬的地区多数因为条件受限、本地产量有限，爱挖口进口。另外，国内生产状况，专家是点出，首先是生产成本真悬，因为台湾亚热带环境气候会造成荷兰种的牛生产效能拍折，其次是牛的牧草饲料有瓦3%拢是靠进口，也有半商谈价差问题。那在台湾，原料奶的收购价格跟末端鲜奶的售价之间的关系是1:3，这中间的价差是我们国内的农品厂跟通路，他们得加上去的这个层数是远大于美国或者是澳洲。事实上，早伫2016年，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也捌点出，台湾饲奶收买价每公升22到30块，小卖价达到81到90块之期，双方的价差无合理。农业协会表示，目前国内酪农努力伫缩减成本，饲奶收买价也有得来调整，尾段小卖价少，敢是会当得来调整，也毋忙相关主管机关协助监督，搁较会当符合市场的期待。记者综合报道。非洲的伊波拉病毒也咧滚价，确诊的病例915人，其中有234人已经死亡。这第一线以护甲防疫所人员尚无有75人着病，17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疫情上较严重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民营人是伤过济，卫生条件歹，民众讨厌检查甲治疗，医护人员真辛苦。
伫死者家属哭声甲南面野群众惊吓的叫声中，身穿规套防甲密防护衫的医疗甲卫生的工作人员，有的甲白色丝带啊装好的遗体放入棺材内底，有的伫死者在生前的厝内底看见留落的物件，就要爱伫30度的高温之下穿这个袂透开的防护衫。医疗工作人员也面对民众故作惊吓的心理。Par rapport, par exemple, aux malades là qui sont brutaux, il y a de ceux qui nous saisissent même parfois. Et on est obligé de se plier à leur volonté. Il y a de ceux qui ne collaborent pas et vous êtes obligé de les comprendre tels qu'ils sont. 由伊波拉病毒为着方式是接触感染，无论是直接去接触到患者的血液分泌物，也是患者有染过衫、床单、注射针头这物件，拢可能有传播病毒。当时这波爆发的病毒株本地不交，就也无疫苗通用，互现场的一个医疗工作人员面临真大的危险。So far, we have 75. The data of today, we have 75 healthcare workers who have been infected from the Ebola Butimbujo, and among them, we have 17 deaths. On est un peu stressé parfois, toucher un malade qui peut nous contaminer à tout moment. C'est pas facile, mais nous sommes donnés pour le faire parce que on a prêté serment pour ça. 外电报道指出，民主公国算讲是全世界医护人员上少的国家之一，平均每1万人只有11个医疗工作者。对着这摆大爆发，非洲联盟已经甲邻国乌干达这几个国家参详好，要派遣医疗人员来支援。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转来咱国内来看，台中雾峰将工项的山坪因为较压贴，就去互人偷倒废弃物。环保局甲警方是已经调监视器锁定犯案的车，要来抓人。真侪装潢废料甲卡起来装啊架，安尼因这山坪迄规个边仔要未少粪扫。台中雾峰区将工项这个山坪，最近互民众发现，毋知啥物人加真侪这起厝的废弃物，拢等伫遮。会影响啊，那袂影响。对啊，好好一个山，你啊搭粪扫伫遐，咱就本来就无好啊。农民烦恼这废弃物除了严重的破坏山林的环境，正正是雨季的时阵，更加烦恼废弃物会甲山区的排水冻掉咧，甚至污染地下水的水源。里长也讲，有当地所在较偏僻，一寡无好的厂商，敢看到最近天气较热，中昼时阵人较少，所以选伫遮偷倒这物件。厝诶田的人拢伫田的，因为这时间伤热，无啥人会起来，所以讲会偷倒废弃物的时间就拢差不多伫1点。1点到3点这个时间较侪人。警方也调看监视器，发现16开始有不明的汽车出现，就已经掌握资料，要用车来入人，锁定特定的对象。环保局也登来现场了解以外，有驾驶及时监控设备来加强修正。也对外界听讲，这批粪扫内底敢若有会造成癌症的石棉树叶。工作人员来采样鉴定了后，是讲无这个物件。主要应该是细窗盖板那些东西。应该没有10年那些东西，但是因为可能量有比较多啦，大概有40-50包嘛。那个我目前掌握的是大概都是细窗盖板。环保局讲，乱倒废弃物的人已经涉嫌违反废清法，除了上悬会使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可能互并科1500万以下罚金，并且必须要强制负担山内所有的清理，也佮有环境改善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527年假，南投是邀请国内正有名火舞团来表演。这团进前去英国参加选秀节目，有拼入决赛，真厉害。今日暗时是会伫咧德山演出，民众拢真期待会当看到世界级的表演。火舞甲南投水里的暗暝，即甲光莹莹。这个火舞团是顶日自英国的高人秀拼入决赛的团队。自527的暗时，因自南投水里乡的溪流顶面大舞台表演火舞。火人最后点着台湾的图，代表对台湾的祝福。这场表演成上万人来看。我觉得超壮丽，然后就觉得水里可以办这个活动，觉得超棒的。然后我觉得以后假设每年都有这个活动，一定塞爆，所以一定红爆了。今仔日举办的拄好是咱527日吼，拄好咱水里有一条水里溪，这个火团的意义代表着水与火的融入会当互水甲火共同融入在这个情境里面
是英国的牛人秀摒擂决赛。这个花舞团会当讲是台湾之光，不管是一个人的表演，还是一群人的表演，表演者和火的结合，拢互观众看甲真凄迷。有人带囡仔来看，嘛有介意染影的人专工来翕相，嘛翕出真侪满意的相片。追好几场了，因为觉得他们的表演很精彩，所以只要是觉得还不错的，我们都会去追。5日节连续假期，南投唔领子水里会当看到花舞的表演。20暗时，一伫山顶公所头前搁有一场，要互民众一在地来咱看到世界级的演出。记者安义修南投报道。台中大街宜兰社区对一间猪肉店开始，30岁少年家串联亲人甲朋友的力量，助心推动地方创生。有营养师来为老大人设计料理，有学生囡仔到日照中心陪伴长辈，规个社区的关系是真搭吧。接落来暗时7点半，台语台青春咱的帮，做伙来看这段少年家的故事。尖尖的地方要靠左边，对。伫学校，伊是囡仔的电脑老师；当来市场，伊是猪肉店的第2代。30岁都被偷走的地天日，伫经过调研了后，3年前选择当来故乡大家一人。经营地方创生的工课，想袂到当要重新开始，所拄到老母车祸意外打击。我唔那想要互大家看会起咱兜，互知影讲一个猪肉店会使做足侪代志以外，想要互大家知影讲，因为有你过去的遐个牺牲，做足侪公益的代志，教着我啦，有一款为人处事的态度。为了守护老母经营20年的老牌子，而这田景南甲姐夫原底伫桃园，嘛决定甲工课辞掉，倒来台中。大学时期的换贴的，嘛以营养师的身份加入，为小小的蛋出发，打造出适合社区时代营养的食食。虽然讲对阮来讲拢是无共款的挑战，因为是甲我以前工课即拢无共款，甲阮翁嘛是。一步一脚印啊！其实我们最远的目标是希望能做，就是共生，让整个社区可以有共同利益，一起成长。来，各位阿公阿嬷，大家午安，大家好。地天日一直会记你回乡的初心，看到社区时代独具个人化，伊带学生加入长照中心，透过青银共生。互时代甲学生透过互动互相学习，要互遮个小朋友知影讲，其实吼，咱厝内底时代人拢是一个宝，伊会使讲伊过去的故事，讲伊知影生活，会使借由这样子的开讲，会使了解到讲咱在地过去发生的故事。一场意外，互一个火也苦我来，为着传承老母的心愿。伫地方正经的团队，当伫咧宜兰社区法院大藏，一连少年家当拍拼学习，伫咧遗憾的空喙，用行动互梦想开出传承的花蕊。记者吴德庆、叶家军台中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24度到36度。中部地区24度到35度，南部地区23度到35度，东部地区25度到34度，外岛地区26度到31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